约翰福音1章，太初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这个道太初甲上帝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伊做的，凡那受做的，无一项毋是借着伊做的。活命伫伊内面，这个活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伫黑暗内，黑暗却毋接受光。有一个人是对上帝遐车来，名叫约翰。这个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互众人因为伊通信。伊毋是迄个光，就是要为光做见证。迄个光是真光，照光一切活伫世上的人。伊伫世界，世界是借着伊做的，世界却毋认捌伊。伊到家己的所在，家己的人反倒毋接待伊。凡那接待伊的，就是信伊名的人，伊就赐因权柄，做上帝的囝儿。这等人毋是对血气生的，毋是对情欲生的，也毋是对人意生的，就是对上帝生的。道成肉身，踮伫咱的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，有真理。咱也看见伊的荣光，正是爸独生囝的荣光。约翰为伊做见证，话着讲，这就是我要讲，迄个伫我以后来，反倒正做伫我大先。因为伊本来伫我的大先，伊对丰满的恩典内，咱拢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甲真理，拢是对耶稣基督来的。将来无人看见上帝，只有伫爸怀内的独生囝，将伊表明出来。约翰所做的见证，记伫下面。犹太人对耶路撒冷车祭司甲利未人到约翰迄位，问伊讲：你是一位？伊就明明讲，并无隐瞒，明明讲我毋是基督。因阁问伊讲：安尼你是一位呢？是以利亚吗？伊讲：我毋是。是迄个先知吗？伊因讲毋是。对安尼，因讲：你到底是一位？叫阮通回复找阮来的人。你家己讲，你是一位。伊讲：我就是迄个伫旷野有人的声发着讲，修直主的道路，拄拄亲像先知以赛亚所讲的。遐个人是法利赛人找来，因就问伊讲：你既然毋是基督，毋是以利亚，也毋是迄个先知，为什么行洗礼呢？约翰因讲：我是用水行洗礼，总是有一位徛伫恁中间，是恁毋捌的，就是迄个伫我以后来的。我甲伊头话大，也是袂配的。这是伫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行洗礼的所在做的见证。第二日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伊遐，就讲：看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间人罪孽的。这就是我要讲，有一位伫我以后来，反倒踮伫我大先，因为伊本来伫我的以前。
我先前毋捌你，当我用水甲恁行洗礼，是要甲伊显明互以色列人。约翰告做见证讲，我捌看见圣灵仿佛钱仔对天顶降落，踮伫伊身顶。我先前毋捌你，只是迄个找我来用水行洗礼，对我讲，你看见圣灵降落来，踮伫一位的身顶，一位就是用圣灵行洗礼。我看见啦，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囝。过第二日，约翰甲两个学生徛伫遐，伊看见耶稣行，就讲：看，这是上帝的羔羊。两个学生听见伊的话，就跟地耶稣。耶稣活过来，看见因跟地，就问因讲：恁爱什么？因讲：律比，伫倒落店。律比翻译出来就是先生。耶稣讲：恁来看。因就去看伊伫倒落店。这一日就甲伊三角店。迄时约有新正，听见约翰的话，跟底耶稣迄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伊大声找着家己的兄西门，对伊讲：阮拄着弥赛亚。弥赛亚翻译出来就是基督。对安尼带伊去见耶稣。耶稣看见伊，讲：你是约翰的囝西门，你要称做基法。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。过第二日，耶稣想要去加利利，拄着腓力，就对伊讲：来跟底我吧。这个腓力是伯赛大人，甲安德烈、彼得同城。腓力找着拿但业，对伊讲：摩西伫律法顶所写，甲众先知所记的迄一位，阮拄着啦，就是约瑟的囝，拿撒勒人耶稣。拿但业对伊讲：拿撒勒佫会出什么好的吗？腓力讲：你来看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，就指着伊讲：看，这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，伊心内是无亏诈。拿但业对耶稣讲：你对倒落知影我呢？耶稣应讲：腓力还未招呼你，你伫无花果树下面，我就看见你啦。拿但业讲：律比，你是上帝的囝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稣对伊讲：因为我讲伫无花果树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得要看见比这个更较大的事。佮讲：我实在甲你讲，你得要看见天开，上帝的使者上去落来伫人子的身顶。